好，跟住到24年第四條啦，呢條比較有意思，比較創新少少題型。咁啊，私有產權被削弱嘅時候咧，其實真係意味住大家都記得應該呢3個權都可能會少啦。咁即係代表其實你都會驚啦，我買完啲嘢究竟有冇保障咧？如果係咁，我仲買唔買嘢咧？咁其實的確係嘅，交易嘅次數都會少。咁如果交易少咗，咁其實本身可能可以去分配到最高價值嘅用途咧，都會可能性較低嘅。咁值得留意啦，其實3個選項咧，佢都用咗比較客觀少少嘅詞，即係較啦、很可能同埋較啦。所以其實老實講，你撞都應該要咁樣撞晒1、2、3嘅，因為其實你諗翻都係 make sense 嘅。佢唔係一個好absolute，即係唔係好一定嘅詞語。咁啊，睇埋第二啦。第二佢話資產衍生嘅收入可能會減少。咁其實都啱嘅，因為你保障不足啊嘛，所有嘢都。咁你買完啲嘢保障不足，自然佢嘅收入其實都唔可以得到保障嘅。Okay? 跟住非價嘅競爭，咁非價嘅競爭除咗排隊之外啦，其實一啲暴力啊，或者係其他手段去爭奪資源都有可能嘅喎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咁其實都係因為你成個價格機制都係失效咗㗎，即係比較冇咁有效去運作㗎。因為你所有嘢咧，其實佢嘅保障嘅能力又差啦，使用權又差啦，轉讓權又差啦。咁其實人們都唔會咁即係去着重去保障自己嘅財產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咧，就好多人趁機咧，可能用暴力啊，或者去另外一種手段去爭奪資源。咁其實非價競爭有可能出現係啱嘅，咁就係 D 啊。